珠海嘅樓價仲會唔會跌？依家係唔係入手嘅好時機呢？呢個問題啊，係後台粉絲咧問得我最多嘅一個問題。另外仲有一個就係當下有樓嘅話咧，要唔要賣咗佢？仲係話咧先留住？呢兩個問題咧係所有人最關心嘅。今日我借住呢個視頻，用我喺珠海咧做咗12年嘅地產經驗，同大家咧講一下我真實嘅諗法同埋建議。無論你係準備啦喺珠海買樓又好，還是係話咧珠海有樓要唔要賣，你用3分鐘咧睇完呢條片，你自然就會有答案啦。我先同大家咧講下第二個問題。當下喺珠海有樓嘅話咧，係應該留住定係賣？唔講虛嘅，我就用之前兩個客人問過我嘅真實案例，同大家咧分享一下。首先第一位粉絲喺2022年買咗珠海唐家北圍萬科翠龍苑嘅樓盤，接近咧3萬蚊買嘅。呢幾年一直係空置喺度，自己唔住，亦都冇出租。佢係2025年7月份加咗我微信啦，問我依家行情點樣？當時我睇咗二手市場嘅成交價，仲可以賣差唔多咧15,000蚊一方。我同佢講咧，趁早依家嗱聲賣咗佢，因為通過數據咧嚟睇，我認為北圍依家現有嘅庫存量咧太大啦，再加上去化速度咧特別慢，後期發展商一定會降價出貨。如果你依家唔賣嘅話咧，後面咧只會價錢越嚟越低。咁時隔咗差唔多1年，依家最新嘅二手成交價，我啱啱咧睇咗背後嘅後台數據，得翻咧11,000蚊左右。同1年前佢問我嘅時候咧，又跌咗20%， 1年時間咧又唔見咗幾十萬。咁另外第二個粉絲嘅案例咧，咁呢位粉絲係我8年前經我手買嘅物業，買嘅係橫琴口岸中野盛世國際廣場嘅一套住宅單位，當其時買入價咧210幾萬，帶埋裝修。咁佢係買嚟投資噶啦，咁自己咧一日都冇住過，一直都係出租俾人哋，每個月嘅租金咧係4,500蚊，因為落樓咧就係橫琴口岸啦，所以特別好出租。咁佢呢2年咧都經常會問我橫琴嘅市場點樣？佢間屋係將佢賣咗佢咧，仲係話繼續等一等。首先咧，佢係唔急用錢嘅，咁我係建議佢咧可以先留住。你依家每個月有租收，而且個租金咧都唔低，再加上橫琴依家幾乎係冇乜新增嘅住宅供應啦，而且你層樓嘅位置咧就喺橫琴嘅核心區，所以冇必要咧喺依家樓市咁低迷嘅情況下去賤賣佢，而且間屋咧，就算係依家賣出去，佢都唔使蝕錢。咁大家都知呢幾年咧，整個珠海或者國內嘅樓價咧，平均係起碼咧跌咗40%嘅，所以佢間屋可以話咧係跑贏咗珠海95%以上嘅物業。所以我認為咧，佢呢個係屬於一個優質嘅物業，可以留住先。咁最後想同大家講嘅，通過以上呢2個真實嘅案例咧，相信大家咧心裏面咧應該知道點樣去做啦。我嘅建議咧，如果你當下咧真實有需求要買樓，月供咧冇乜壓力，亦都係一個咧唔錯嘅時機。但係咧喺揀嘅時候咧，一定要揀啲生活配套完善嘅、性價比唔錯嘅優質樓盤，係可以咧入手嘅。千祈唔好去碰嗰啲偏遠嘅郊區、新區板塊。咁第二個，咁你如果喺珠海有樓咧，通過上邊2個案例咧，已經係講得好清楚啦。如果係一啲咧
核心地段好出租嘅，可以咧留住睇一睇個市場。如果係話嗰啲珠海嘅一啲咩同家啊、金灣嘅一啲新區啊、一啲郊區啊，冇配套嘅，又唔好出租嘅，可以咧嗱嗱聲賣咗佢。咁如果大家咧對珠海嘅房地產仲有啲咩問題咧，亦都可以後台私信我，搵我咧傾一傾。